各位好啊，歡迎大家嚟到香港啊，連續9年得到中簽第22簽，車公警告啊，政府千祈唔好信錯小人，見利忘義，找死無疑添啊！關注組，我係 Water， 啱聽啱睇嘅朋友記得幫手訂閱 share， 仲有建設性留言同埋加入會員，等我呢個 channel 可以做得更加好。我哋睇下年初二求簽又求咗咩簽啦？咁今日啊，馬年正月初二，車公誕，新界啊鄉議局主席劉業強朝頭早咧就係按照傳統嘅習俗，去到沙田嘅車公廟咧，幫香港啊求到第22簽中簽，已經係連續第9年啊求得中簽啦。簽文就係咧，黑木之夫不可親。當於善惡上官人，但凡見利莫忘義，須向人中累不仁。咁呢個簽文嘅典故咧，就係24孝嘅丁蘭黑木侍親車公廟嘅解簽師傅咧，陳天恩居士向記者咧就拆解就話，雖然咧丁蘭奉孝就係好事嚟，但係認為對方就實在係太刻薄啦，大男人主義。簽文放喺呢個香港咧，就係警惕政府施政嘅時候咧，唔可以只係顧住良好嘅意願而缺乏溝通。我係為你哋好，關心你哋嘅交通安全，所以就要立法要大家攬安全帶啦，喺公共交通工具嗰度。由依家啦最新一個早幾日又話要用呢個公帑40億有多，就整呢個全香港嘅6萬支嘅鏡頭啊嘛 ，CCTV 仲要有人面識別嘅系統。喂，咁計翻好似係咪6萬幾蚊一支嘅鏡頭啊？咁都相當之貴啊！咁可能人面識別系統又要比較貴啦吓。咁總之咧，都係為你哋好，係咪啊？想啲市民有安全感多啲，否則嘅話咧，就會令到啲市民冇辦法理解。上個月咧，就因為技術嘅原因撤回強制坐巴士咧需要佩戴安全帶嘅法例就係一個好例子嚟。咁要小心一啲係啊！陳居士祝你好運啊！第22簽咧裏邊嘅簽文就係咧，咁頭先講過啦，嗰4句解簽就話，凡事用心，身子平安，家宅小吉，兼病不妨，求財半歲，婚姻成合。咁斷簽就話咧，家宅就要防偽君子。係啊，即係有啲人可能就成日就話你好好似關心你咁你要睇下佢個內心係咪真係為你好，係咪真係關心你？係啊，咁呢個簽文講話要小心啲偽君子嘛，唔係話佢同你講話為你好就一定為你好嘅，係嘛？兼病似存實險仲話自身咧就要防少女藏刀。咁有啲咩人成日你見到佢都係笑笑口4萬咁口嗰啲咧，都要小心一啲可能咧嗰啲人就係少女藏刀，成日就話為你好，但係可能個心諗緊嘅第二啲嘢嚟。出入就要小心，婚姻嘅女士咧就要慎防對象就係真小人嚟。不合求財咧憂上啦，演技出色仲要話虛情假意，佛口蛇心，找死無疑。照講嘅咋，咁但係啦，邊個佛口蛇心，咁你就要自己去衡量一下啦。仲話演技好出色咁但係有啲佢就演都唔演噶嘛，係咪啊？好關心你哋咁照講我唔係好識呢啲簽文咁陳天恩居士就話啦，簽文嘅上半闕，黑木之夫不可親，當於善惡上官人，就係出自24孝裏邊第22孝嘅丁蘭黑木侍親嘅故事，講述咗咧古人丁蘭黑木像咧去供奉已故嘅雙親，佢老婆咧因為唔知情將個木像燒毀咗。丁蘭喺事後之後咧好嬲，
休咗佢老婆，搞到咧佢個老婆啊走咗去做傻事。陳天恩就形容啊，丁蘭刻薄，就話咧佢雖然啊就係孝順聞名，但係呢件事上邊咧冇考慮清楚，冇講清楚俾個老婆聽，對自己個老婆啊呢啲咧就係完全唔公道啦。咁我哋睇到呢個安全帶嘅法例，佢就算自己本人都係唔清楚噶嘛。陳美寶咁啦，陳居士就用咗呢個攬安全帶為例子，咁我哋就代翻入去攬安全帶嗰度啦。你連阿陳美寶啦，或者有關嗰啲議員啊，嗰啲全部都唔知咩事噶嘛，佢自己都冇考慮清楚。佢連自己嗰啲條文都唔清楚，佢點樣可以解釋翻俾啲市民聽？點樣可以解釋翻俾呢個巴士公司聽呢？咁就比起阿丁蘭更加刻薄喎。如果係咁嘅話，一味就話為你哋大家交通安全着想啊，係嘛？咁但係佢又冇去諗到巴士上面嗰啲企位嗰啲乘客又點算呢？一味就係關心嗰啲坐喺度嗰啲坐喺座位嗰啲乘客着想。咁你要諗埋嗰啲企位嗰啲嘅乘客噶嘛，而且有親咩交通意外，一定係企位嗰啲嘅乘客就嚴重啲啦，毫無任何嘅保護啊。咁所以啊，對個老婆係啦，要公道些少先得噶。咁放翻喺今日嘅香港咧，陳居士就認為啊，政府近期推行嘅部分政策出發點咧，雖然就係正確，為你好，為你安全。裝呢個6萬個鏡頭，有埋人臉識別，都係為你哋安全嘅啫。但係事前咧，或者考慮得啊唔夠周到，或者咧未解說清楚，令到市民咧就有好大嘅意見。但係個重點係立法嗰啲人，佢對嗰啲嘅條例或者對條法例都唔係咁清楚，佢點樣可以解說到俾啲市民或者有關嘅呢個巴士公司聽，可以解說得清楚咧？佢自己個人都唔清楚啊嘛。個問題重點就係，咁被問到啊，係咪意思即係話咧，上個月啊，因為技術嘅原因收翻嘅安全帶法例，陳居士就話安全帶咧一定就係啱嘅，為市民嘅性命着想。但係咧有啲嘢啊，佢就係未考慮。變咗咧，大家喺個座位度咧有觸痛，咁就唔係咁，佢考慮清楚先啦。陳美寶佢都話依家要收集大家嘅意見，考慮之後就再推過出嚟噶嘛。依家係暫緩噶嘛。咁至於後半句啊，當於善惡上觀人，陳天恩解讀就係咧，睇事情啊就唔可以淨係睇表面，睇嘢咧就要攞個大銀幣啊出嚟。兩面咁睇，咁佢唔係噶嘛，佢淨係睇到佢自己睇到嘅嘢噶啦。你有時就係咁下半闕啦，但凡見你啊，莫忘義，須向人忠，慮不仁。陳天恩就話咧，係寄語啊，唔好為一啲些少嘅利益或者意見而遷怒任何人。每做一件事之前啊，都要考慮得清清楚楚。咁但係個問題係推啲法例出嚟，佢自己都唔係太清楚啲法例係有問題噶嘛。係啊，要考慮得清楚少少。喂，真係有太多啦，嗰啲咩垃圾徵費啊，又有咩走數啊，即係原本原意都係好噶，係咪想環保？咁之後但係就搞實行出嚟啦，就要諗清諗楚先。如果唔係就搞到一鑊粥，無了期咁樣暫緩啊，又成。又認為咧，車公嘅指點啊，除咗俾政府咧，同時間啊，都係俾香港人嘅。咁但係香港人可以有啲咩嘅，即係叫小心，話大家香港嘅市民小心啲小人啊，佢哋會少女藏刀嘅，有可能啊個把口話係為你好，嗰啲演技好好噶，實際上就係會害你，係咪咁樣咧？嗱，你睇下陳天恩師傅嘅解釋啦，嗱，我都係照講，我唔知道我有冇誤會咗佢意思啊。總之車公咧就叫所有人睇嘢咧就唔好睇單係睇一方面啊，要多聽下啲意見先得，係啊，咁係啊，絕對啱啊。咁但係啊，亦都有解簽師傅就話咧，
呢支簽雖然就係被歸類為中簽啊，但係咧就帶有較重嘅下簽嘅意味。佢就話簽文嘅重點咧，在於一個人字啊，提醒香港人咧就要帶眼識人，提高警覺。咁但係有啲人，你就算帶眼識人，你知道佢係壞人都好啦，或者你知道佢係少女藏刀啦，佢會係小人嚟，佢會係害你，但係你控制唔到嘅喎。如果一啲好有權力嘅人，係啊，你明知佢係小人嚟嘅，喂，呢條友擺明係害人嘅，喺度搞事嘅，咁你可以點咧？調翻轉，我想請問一下，提高咗警覺，好小心呢個人噶啦。咁但係處理唔到佢，咁可以點咧？有冇師傅可以教下路啊？咁解簽師傅何太咧就同記者就話，依家香港嘅騙案咧就比較多，全世界都比較多啦，同埋近呢幾年話有即係警方咧呢個公布嘅數字，接近一半嘅案件都係騙案嚟噶嘛。呢支簽阿何太就話係叫大家咧，尤其係後生仔就要睇清楚身邊嘅人，唔好咧咁容易信其他人，亦都要多啲留意時事，多啲睇資訊，小心防範被騙。咁但係嗰啲騙案通常被騙嗰啲都係中年或者退休人士嚟噶噃，唔緊要啊。咁何太都係解簽師傅，就有一個咁嘅睇法。咁我哋睇多幾個解簽師傅因為都有記者有訪問到佢。另外一個解簽師傅黃希勝就話咧，香港依家咧逐步重回正軌，但係咧外部總係有干擾嘅聲音，喂，好似略有所指呢個唔緊要啦。我哋聽多幾個人講，佢就提到黑木之夫不可親咧，就係話一種會哄騙人嘅雀仔，寓意咧就係外界可能就有一啲虛假嘅甜言蜜語，試圖誘惑香港，但係只要唔聽從唔親近就唔會上當噶啦。嗱，咁我都明佢講咩嘅，咁唔緊要啦。佢就認為喺外交嘅層面嗰度，對於咧雙方都有利嘅嘢，就應該互相合作，但係對於一啲虛假嘅言論就唔需要理會啊。而至於咧，但凡見利莫忘義須向人忠，累不仁。佢嘅解讀就係喺追求利益嘅時候咧，唔可以忘記仁義，強調咧就唔可以欺負人，亦都唔好俾人欺負。咁樣咧就代表咗祖國對香港嘅關心，雙方咧就要互相支持啊！呢位黃師傅咁可圈可點講嗰啲嘢，咁我唔詳細講啦，咁照講啦，係咪先？我哋公道啲，咁但係就比較奇怪講嘅嘢。咁但係睇翻 AI 咧，咁就佢有問過 AI，咁佢就話黑木之夫不可親咧，字面嘅解釋就係黑木之夫就係解咧用木頭雕刻嘅假人，或者咧就係一啲虛情假意，好似木偶咁樣無情無義嘅人。咁可能香港咧，我哋大家最近都見唔少仲要老是常出現。咁呢句咧就係告誡大家唔可以親近嗰啲虛偽冷酷唔值得信賴嘅人。咁但係你唔去親近嗰啲虛偽冷酷唔值得信賴嘅人，但係嗰啲人可能佢就會親近你噶嘛，或者你成日就會喺電視機嗰度見到呢啲人噶。而深層嘅寓意就係警示我哋咧，就要遠離一啲表面係忠厚老實，但係內心咧就係別有用心或者唔講情義嘅人。佢哋咧可能就會巧言令色，善於偽裝，但係其實佢哋嘅所作所為咧就唔係出於真心嘅。同佢哋咧深交嘅話，可能就會帶嚟傷害。咁但係有啲可能扮都唔扮噶嘛，你一睇就知道佢係西人嚟嘅，都係存在嘅呢啲人。係啊，咁但係都冇辦法可以避到佢哋。咁小人當道，大家都要小心啦。第二句啦，當於善惡上觀人呢，字面解釋就係應該由善同埋惡嘅根本標準去觀察同埋判斷一個人咁深層寓意就係咧，
強調觀察人嘅標準在於佢嘅本質同埋行動，而唔係佢嘅言辭或者表面嘅裝扮。咁都係嗰句啦，有啲扮都唔扮喎，你擺明一睇知道佢就係西人嚟啦，唔係啲語言藝術好叻嗰啲啊嘛。應該咧深入咁考察佢嘅品德同埋動機，佢嘅行為究竟咧就係出於善意定係惡意嘅咧？係為公眾利益着想啊，定還是係為一己私利咧？咁樣先至係評價一個人同埋一件事嘅根本嚟啊！咁第三句啦，但凡見利莫忘義，字面嘅解釋就係咧，凡遇到獲取利益嘅機會，都唔好忘記公義同埋道義。咁但係有時可能佢話為你好噶嘛，深層嘅寓意就係咧，呢啲係對人性嘅考驗，喺利益包括金錢啦、權利同埋好處嘅面前，最容易咧就喪失原則。呢支簽就提醒大家唔可以咧為咗眼前嘅利益而放棄原則，出賣道義或者損害他人，不論誘惑有幾大都好啦，都唔可以以犧牲公義、誠信同埋道德作為代價。咁但係我哋睇到雲福苑嘅事件啦，咁嗰啲嘅大維修公司啦，甚至嗰啲咩顧問公司啊，甚至乎有機會啦，其他有啲屋苑 ICAC 都拉咗嗰啲嘅業主立案法團。咁呢啲全部都係人性嘅考驗，同埋呢啲只不過我哋睇到係一小部分嚟啫嘛。又有咩圍標貪污啊？已經係咁多年啦，10年有多啦，係啊，有發生呢啲嘅事，咁係喺上年嘅年尾啦，到今年你睇到係好多考驗人性嘅事就出現咗啦。咁大家都要即係睇得好清楚啦。特別就係因為雲福苑嘅事件。第四句雖向人中累不仁，字面嘅解釋就係咧，雖睇起上嚟咧就係仁義美好嘅環境或者群體當中考慮同埋防範啲不仁嘅義嘅事情會發生。咁依家真係最近成日都會有發生呢啲事啦。而深層嘅寓意就係提醒大家咧就要有居安思危嘅意識，即使咧喺一片睇落去和諧或者充滿仁義嘅口號嘅氛圍裏邊都唔可以咧完全放下戒心，要保持清醒嘅頭腦，洞察咧可能存在嘅隱患、偽善同埋潛在嘅威脅。同埋依家啦，對個社會都唔係太過和諧啦吓，我用呢個詞語，同埋都冇充滿仁義嘅口號氛圍喎。係啊，淨係聽到話為你好嘅口號氛圍就有啦，就係咁樣。咁都比較大家都要小心一啲啦。咁樣，但係你就算知道嗰啲人士啦，係有邊啲係壞人咁都係冇用嘅。係啊。咁大家都要注意下啦，唯有嘅就係居安思危，大家都係要小心一啲啦。係啊，咁就係比較棘手。嗱，有網民就話發叔走咗之後，佢接手咁耐冇求過好簽，咁但係如果求咗啲上簽，但係實際上佢個社會又唔係咁好，咁都冇用噶。你唔準，最緊要就係準啊。咁但今年嘅簽叫大家就小心呢個小人，咁你大家覺得？就話要帶眼識人啦，好多嘅偽君子就叫嗰啲嘅小心就識到小人就會見利忘義仲話找屎添如果信錯咗嗰啲小人嘅話，咁大家覺得準唔準？咁每個人心裏邊都有唔同嘅答案。你可以覺得佢呢啲係個危言聳聽，香港都不知幾好，可能有啲嘅市民有一個咁嘅睇法，但我相信又比較係少數啦。好，咁跟住咧就睇埋沙田就求到呢個下簽連續2年，係啊。咁沙田嘅鄉事委員會主席莫錦貴為沙田咧求得第83簽下簽，係佢咧連續第2年為沙田咧求到下簽了。咁根據華人廟宇委員會嘅網頁咧，細尾啲簽咧車公簽第83簽咧解約，
凡事不吉啊！喂，好似沙田區啊更加之唔老禮哦。簽文就係咧掛帆順水上揚州，半途啊頗耐浪打頭，實力參差難穿進，洛瑤下利水難流。咁就係啦，解約啊就係話凡事都唔吉利。莫錦貴啊解簽就話咧香港啊病完就要回氣，凡事小心就要慢慢嚟。喂，咁但係佢又講到好似寸步難行咁喎，又有啲浪打落個頭度，好似仲嘅點解佢就話病完要回氣咧？好似仲有啲浪嚟緊喎，仲話唔係啊，個醫生睇完你就會咧樣樣都好翻嘅。咁都係啦，陳天恩居士就話簽文呢形容初時就非常之好，但係架船啊駛到去海中心嘅時候咧，主竿啊就被風打斷咗，船呢就喺海度氹氹轉啊，寓意就係沙田啊喺經濟出入等等嘅各方面呢都係唔理想，簽文啊冇樣掂，樣樣呢都要小心。陳師傅仲話今年呢正值就係九運年，丙午年火大，容易呢就有火災。雖然陽火啊燒唔死人，但係呼籲市民啊煮嘢食嘅時候呢就要審慎一啲，注意交通安全同埋身體健康，並且啊要節約金錢。咁至於咧點樣化解呢？佢就話要視乎市民呢會唔會檢點自身，注意安全。咁啊，大家都要小心一啲啦。咁樣翻查翻資料咧，莫錦貴啊喺舊年蛇年呢，亦都係為沙田求到下簽啊。呢支簽咧就係82簽，今年就係83簽啊，無獨有偶，都相當之巧合。簽文啊，上年就係咧心中入伏，自思量，時運未通啊，怎主張？進退難為，冇定處，恐防患禍與災殃啊！同2019年嘅簽文呢係相同嘅，咁但係啦，年尾嘅時候就真係有好多呢個災禍發生啊！OK， 咁大家都要小心啦。係啊，唔係淨係每一個人都要小心。咁但係你有時明知嗰啲係小人嚟嘅，咁點算呢？但係你又成日喺電視可能見到嗰啲小人彈出彈入咁樣，可以點樣解決啊？嗱，咁啊嗱，啲網民都話以前呢就唔信車公嘅，依家呢就信到十足十啦。咁睇晒兩支簽啦，咁睇下你哋信唔信啦？就話咁喂，咁佢可能個車公瞄準，咁佢講佢嘅預言啦。咁佢講咗出嚟，咁如果係準嘅，未必就一定係求簽嗰個人嘅問題嘅。係啊，嗱，咁啲網民都話原來真係有下簽噶喎。咁之後啊，有啲網民咁嗰啲批評人嗰啲就無謂啦。係啊，信則有，不信則無啦。係啊，咁唔通佢求咗一支好簽，咁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即係個社會不一定係咁好，咁唔通又會冇嘅呢啲，咁啊信則有，不信則無啦。咁但係就要提醒大家啦，就要小心呢個小人啊，仲要話死路一條啊。咁啊新年流流求咗呢支簽，都係好似扎扎地啊。咁但係咁啊祝大家好運啦，唯有就係咁講。麻煩觀眾踴躍留言，一有新消息再同大家報道。多謝大家俾面，鍾意就訂閱 share，係咁，再見。